4嘅弟弟飾演大雄，佢嘅天敵技安係佢。故事地點：屯門嘅聖公會聖西門女明才中學啊。故事講述大雄同埋技安中一就識噶啦，同嗰班3年，但因為技安成日恰佢，關係麻麻，例如周圍唱阿大雄考試肥佬，又夾埋其他同學孤立佢，結果大雄儲埋幾年嘅怨氣，呢日要爆啦！陳景賢，你去死啦！一擰住面就見到大雄兜口兜面衝過嚟，有女同學目擊仲話聽到。你個仆街陳景賢，你個仆街仔，好日子啊！結果技安椅背有個5cm 嘅傷口，要入院聯針。好自然啦，大雄被控意圖傷人，佢都認噶。辯方話事發之後，大雄輟咗學，過去3個月做義工派飯俾長者。當時因為嬲得滯，先喺教師台立把戒刀嚟犯案。王官啊忍唔住問啦，戒刀咧唔係普通文具，係利器，唔應該係隨便喺班房拎到嘅文具。學校應該檢討下。再話如果大雄係成年人，監禁刑期一定以年計。而家會睇埋感化、更生青少年罪犯評核報告，下個月14號判刑啊！